另外，要来关心台中高美湿地捌互外国人俄罗斯这个一世人一定爱来行搭一届的风景所在。即马所有民众经体讲桥骹粪扫规大堆，贴甲敢若山共款。而市场人面册反映3个月拢无人来收买，互人歹印象。咱台视新闻的记者登去到现场，发觉讲这粪扫拢已经清掉，也毋过粪扫拄好是伫咧高美湿地保育区附近，刷落来农业局会和相关的单位做伙来打合，要了解相关的责任。湿地顶的规个拢是粪扫，为宝花向海边啊，算超5公尺的范围，看到的全部拢是粪扫。民众甲相片翕落来，抛起咧网络。这个所在就伫咧台中高美湿地景观桥桥骹。民众讲，伊抛起咧市场的人面册已经抛几啊届啊，毋过2-3个月过去，还是拢无人来处理。虽讲高美湿地是国际级的景点，有真侪外国游客会来遮佚佗。湿地规个拢是粪扫，实在互人感觉真见笑。台湾人不应该把所有的景点都弄成垃圾场。发现说这边有那么多垃圾的话，其实会大大的扣分啊。大部分的民众拢认为粪扫会互人感觉环境真垃圾，尤其佫是伫咧有名的风景区，真正会拍歹国际景点的形象。来到现场看，民众相片内底粪扫已经全部拢摒清去啊。因为这边是赶潮带潮汐，所以有些垃圾就会从涨潮的时候跟着潮汐会飘进来。然后退潮的时候会卡在那个红树林这个地方。第二部分，因为这个地方刚好在高美湿地跟排水的交界的地方哦，那我们的一些权责的部分，我们后续会找包含中央单位跟我们地方的单位来厘清，看叫那个权责的位置在哪里。高美湿地红列做是国家级的重要湿地，按照范围分作核心区、缓冲区甲应属利用区。民众发现粪扫堆的所在，就伫咧保育区甲非保育区的中央。未来会搁甲农业局等等的单位开会，看应该爱交予什么人来负责。另外，嘛无定期派人去巡逻摒扫，互高美湿地敢若有美景无粪扫。记者综合报道。